大家好，今日我就同大家詳細拆解呢個牙齒救星計劃，由頭到尾講清楚點樣先可以1毫子都唔使出就搞掂副牙。講起睇牙，好多香港人第一時間就係諗起排政府牙科，但係大家心照啦，政府嗰啲所謂嘅街症基本上只係得嗰幾粒籌，仲要係淨係幫你掹牙，想補牙或者鑲牙，真係等到天荒地老。不過而家個情況唔同咗，政府透過同社區組織合作，推行咗一連串嘅牙科支援計劃。最緊要嘅係，如果你係屬於低收入人士，攞緊綜援或者係長者生活津貼嘅受惠者，基本上你已經半隻腳踏入咗個門檻。好多人唔知，其實醫療費用減免呢樣嘢，唔係淨係睇醫生先有，而家連牙科都包得越嚟越廣。好多朋友問，點樣先算係符合醫療費用減免嘅資格？呢度要分開幾個層次嚟講。首先最直接嘅就係攞緊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即係我哋俗稱嘅綜援。如果你係綜援受助人，你本身已經有一張醫療費用豁免證明書，呢張證明書簡直就係一張通行證，你去好多指定嘅社區牙科診所，由洗牙、補牙到掹牙，甚至係整假牙，都係可以獲得全數資助。除咗綜援人士，仲有一群人係被忽略嘅，就係低收入嘅長者或者係傷殘人士。如果你手上有一張由社會福利署發出嘅有效期內嘅醫療費用豁免證明書，你一定要攞出嚟用，唔好白白嘥咗呢個福利。我哋而家嚟睇下具體嘅歲數限制。以前好多計劃都要去到70歲、80歲先有得搞，但係而家個門檻已經降低咗好多。例如長者牙科服務資助，而家已經優化到只要你年滿60歲，而且係領取長者生活津貼嘅人士，你就有資格申請。呢度講嘅係60歲，唔係以前講嗰種要老到行唔喐先有得整。只要你踏入60歲呢個門檻，你就可以透過全港各區嘅處理機構，例如係長者地區中心或者一啲指定嘅社區診所去登記。講到錢呢方面，大家最關心資助額有幾多？如果係整假牙，成個資助上限可以去到超過1萬蚊。你想諗下，如果你去私家診所整一副全口假牙，隨時要2、3萬蚊，對於一個靠津貼過日子嘅長者嚟講，呢筆錢真係天文數字。但係透過呢個社區牙科支援計劃，你可能淨係需要負擔好少嘅行政費，甚至係因為有醫療費用減免而全免。呢度所講嘅全免係包括埋口腔檢查、洗牙、補牙、掹牙同埋鑲牙。如果你係65歲或者70歲，覺得啲牙鬆鬆地食唔到嘢，千萬唔好因為驚貴而唔去睇，因為呢個計劃正正就係為你而設。除咗老人家，後生仔或者中年人又點呢？好多人以為自己30歲、40歲，仲係身壯力健，牙齒有問題就自己出錢。但係如果你而家正處於失業，或者你份糧真係好低，低到符合咗領取全額工作津貼或者係其他政府援助嘅水平，你其實可以主動去社會福利署申請醫療費用豁免。只要你攞到嗰張證明書，你去指定嘅非政府機構牙科診所，一樣可以享受到減免。例如，如果你係一個28歲嘅單親媽媽，又要養小朋友，自己有牙痛到開唔到工，你去申請呢個減免，分分鐘可以幫你慳返幾千蚊嘅醫療費。我哋再深入啲講下呢啲社區牙科診所嘅運作。呢啲診所通常係由一啲大機構營運，例如東華三院、保良局、仁愛堂或者係工聯會等等。佢哋嘅收費本身已經比私家診所平1折，通常係私家價錢嘅6折到7折。如果你仲有醫療費用減免，咁就真係平上加平。有啲計劃仲會提供外展服務，即係佢哋會有一架好大嘅醫療車停喺屋邨樓下，入面設備齊全，就好似一間微型牙科診所咁。呢啲醫療車通常會去一啲長者比較多嘅地區，例如深水埗、觀塘或者葵青區，為嗰度嘅居民提供即場嘅口腔檢查。好多人會擔心呢啲免費或者有資助嘅服務會唔會做得好求其？其實大家可以放心，
呢啲社區牙科支援計劃下嘅醫生，全部都係香港註冊嘅牙醫，佢哋用嘅物料同技術同私家診所係冇分別嘅。政府會定期監管呢啲機構，確保佢哋嘅服務質素。唯一嘅分別可能係你需要排隊等候。例如，你想整一副假牙，由第一次檢查到真正攞到副牙，可能要經歷3至4個月嘅時間，中間可能要返去診所5次或者6次嚟試位同調整。但係諗返轉頭，你只係付出咗少少時間，就換嚟價值幾萬蚊嘅牙科服務，呢筆數點計都係划算。而家我哋講下具體流程。如果你係符合資格嘅長者，你第一步應該係去你屋企附近嘅長者中心揾社工，你同佢講你想申請長者牙科服務資助，佢哋就會幫你填表。呢個時候你要準備好你張身份證、領取津貼嘅證明文件，例如係銀行存摺。之後佢哋會幫你預約一間同政府有合作嘅私家牙醫或者社區診所。去到診所，醫生會先幫你做一個全面嘅檢查，睇下你有幾多隻牙要補，有幾多紙要掹，然後再決定點樣幫你鑲牙。成個過程，你基本上唔使點樣操心錢嘅問題，因為診所會直接同政府結賬。如果你係20歲到50歲之間嘅基層市民，你嘅路徑就稍微唔同。你需要先去社福機構或者社會福利署申領醫療費用豁免證明書，攞到證明書之後，你要自己打電話去一啲有提供醫療費用減免優惠嘅社區診所預約。呢度要留意，唔係每一間牙科診所都接納呢張證明書，所以你打電話去嘅時候一定要問清楚，請問你哋接唔接受醫療費用豁免證明書，同埋問清楚有冇名額。有啲診所每個月得30個或者50個名額，如果你嗰個月遲咗打去，可能就要等到下個月。講到呢度，我想強調一下牙齒保健嘅重要性。好多香港人，尤其係基層街坊，往往係唔痛唔睇牙，但係大家要明白，等到痛嘅時候，通常已經係要到牙根或者掹牙，到時嘅費用就唔係幾百蚊可以搞掂。如果你今年係35歲，你發現自己刷牙流牙血，呢個可能係牙周病嘅徵兆。如果你唔趁而家有社區支援同埋醫療減免去處理，等到你50歲嘅時候，你啲牙可能已經鬆晒，到時你要做嘅就係植牙。植牙一隻要2萬幾蚊，就算有資助都未必包得晒。所以趁而家政府有呢啲新嘅支援計劃，受惠人數又增加咗，大家一定要主動去攞呢啲資訊。另外，大家都要留意一啲針對特定人群嘅計劃，例如有一啲係專門俾傷殘人士嘅牙科資助。如果你係領取傷殘津貼嘅人士，無論你係幾多歲，哪怕你只係21歲或者係45歲，你都可以申請相關嘅牙科資助。呢啲資助往往包得好足，甚至連麻醉費或者一啲特殊嘅護理費用都會包埋。因為政府明白，傷殘人士睇牙可能需要更多嘅輔助同時間，所以資助額會相對提高。仲有，而家好多地區康健中心都扮演緊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全港18區基本上都已經有或者籌備緊地區康健中心。如果你唔知自己符唔符合資格，或者唔知去邊度揾呢啲社區牙科服務，你直接行入去你嗰區嘅康健中心，入面嘅醫護人員同社工會好詳細咁解釋俾你聽，佢哋甚至可以幫你做初步嘅風險評估，睇下你係咪有嚴重的牙周病，然後直接幫你射去相關嘅社區診所。呢種一站式嘅服務，對於我哋呢啲平時忙到斷氣嘅香港人嚟講，真係好方便。對於一啲夾心階層嚟講，可能你嘅收入啱啱好過咗領取津貼嘅門檻，但係你又覺得私家牙醫好貴，咁點算呢？呢個時候你可以留意下一啲非政府機構 NGO 嘅自費服務。呢啲服務雖然唔係全面，但係因為佢哋係非牟利性質，所以價錢會比出面平30%到50%。例如，一般私家診所洗牙要500蚊，呢啲社區診所可能只要300蚊。對於一個40歲，月入18000蚊嘅打工仔嚟講，呢啲價錢係絕對負擔得起嘅，而且質素有保證。我想再講返醫療費用減免嘅最新動向。
政府而家正研究將更多嘅基層醫療服務納入資助範圍，牙科係其中一個重點，因為好多研究都顯示牙齒健康直接影響全身健康。如果你牙唔好，食唔到嘢，營養不良，最後就會衍生出好多其他病，政府反而要花更多錢喺你嘅住院費度。所以而家嘅政策係預防勝於治療。如果你係55歲以上，雖然未到領取長者生活津貼嘅60歲門檻，但係如果你有經濟困難，你一樣可以嘗試去申請一啲過渡性嘅牙科資助名額。大家千祈唔好覺得免費嘢冇好嘢。而家呢啲社區牙科支援計劃，好多時會邀請一啲有豐富經驗嘅老牌牙醫助陣。佢哋雖然退咗休，但係想回歸社會，所以佢哋嘅技術絕對唔會差。而且呢啲診所嘅設備亦都越嚟越先進，好多都已經有埋全口 X 光機，甚至係 3D 掃描設備，幫你做假牙嘅時候會更加精準。如果你係75歲嘅長者，以前整副假牙可能要返去診所10次先至磨得啱位，而家可能4次到5次就已經搞掂，戴得舒舒服服。喺呢度我都要提醒大家，雖然資助係好，但係大家都要做個精明消費者。每次去睇醫生嘅時候，記得問清楚今次呢個療程係咪全數資助，定係你要補少少差價。有時醫生會建議你用一啲更好嘅物料，嗰部分可能就唔包喺資助入面。如果你本身預算有限，記得堅持用資助範圍內嘅物料，其實已經非常足夠。一般嘅補牙材料，普通嘅假牙基托，只要保養得好，用個5年、8年係完全冇問題嘅。講到保養，呢個亦都係社區牙科支援計劃入面好強調嘅部分。醫生幫你整好牙之後，通常會教你點樣用牙縫刷，或者點樣清潔副假牙。如果你係60幾歲啱啱攞到新假牙，記得要跟足醫生指示，唔好以為有咗假牙就唔使再理口腔衛生。如果你唔好好清潔，正反嗰幾隻真牙都會好快壞晒，到時又要再申請資助，程序就會變得好繁瑣。總括嚟講，而家呢個社區牙科支援計劃真係惠及咗好多人，由18歲到80歲，只要你識得揾，識得問，你一定可以揾到適合自己嘅醫療費用減免方案。無論你係因為窮，定係因為年紀大，牙齒健康都唔應該成為你嘅奢侈品。香港作為一個先進城市，基層嘅醫療福利雖然仲有進步空間，但係而家呢啲牙科支援已經係一個好大嘅進步。如果你身邊有朋友成日呻牙痛，或者你嘅父母因為牙齒問題食唔到嘢，請你一定要話俾佢哋聽呢個消息，話俾佢哋聽，而家60歲就有得申請資助，話俾佢哋聽，攞住張醫療費用豁免證明書係可以免費睇牙。呢啲資訊對於佢哋嚟講，可能係改善生活質素嘅關鍵。唔好再等啦，牙痛真係慘過大病。趁住而家政策放寬，受惠名額增加，快啲去行動啦！